大家好，我係 Monica 咧，就係大家有冇試過去旅行嘅時候住間酒店，個酒店入邊間房入邊無端端個廁所板自己識閂埋喎，然之後咧個房燈無端端又自己開住喎，你係咪以為覺得嗰間酒店非常之先進咧？個燈自己開呢啲好正常，因為佢校咗個時間，但係個廁所板點樣校啊？無端端自己閂埋嘅喎，尤其是係半夜喎。所以嗱，我咧 Monica 咧就教你一個小 tips， 去旅行必備嘅就係帶一啲海鹽叫做 natural sea salt 喺身上，然之後一入房間咧係必須灑少少落嗰間房嘅4個角落頭，然之後咧就放少少落去灑落去嗰個浴缸個地板嗰度。咁咧你就可以用隻腳浸一浸隻腳，等佢呢個清除呢個能量咁咧係幫助你咧嗰啲識飛嗰啲咧就唔會影響到你呢樣嘢咧就好重要嘅嗱。如果你都係有咁嘅類似嘅經歷咧，喺酒店無端端有啲古怪嘅事情發生咧，留言話我知。記住 save 低呢條片，下次旅行帶定啲海鹽先分享你住酒店嘅最驚險嘅經歷海鹽淨化術咧係非常之使得嘅，無論喺華人社會又好，喺西方社會又好，呢樣啲非常使得，同埋價錢又合理便宜，帶少少咧就可以過到關嘅，係完全冇問題嘅所以記住咧就關注我係 Monica， 我幫你解決呢啲咁嘅奇難雜症啦。海鹽咧淨化有3寶嘅，如果你想知道邊3寶，留言話我知，我發信息俾你。留意我關注我我係 Monica。